后来这代替工会发起着劳动节不爱加班，5月7日火车是全面停驶。交通部特别规划应变的方案，中道里的官网来公布，特别协调着高铁甲客运来载送旅客，而且佫来增加2条南部的路线。不过这个拜六礼拜，拄啊好是科技校院4年制，甲这个专科学校2年制入学的考试。教育部长潘文忠讲，若是考生受到影响，学校应该安排游览车，或者是客停车来协助。教育部会补助全部的交通费。看起来5·1这件事情，应该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哈。今日一天才讲3个茅庐，结果甲代替工会面对面坐落来讲，伊原是破功。交通部长吴国才表情看起来有淡薄仔无奈。5日代替无加班，员工集体休假，火车停驶，交通部有应变的计划。中道伫官网公布确定的方案。除了西部靠高铁甲类火车来处理，为本来10条增加为12条，新增加1条是高雄车头到屏东，另外1条是新左营到屏东，票价比较区间签。是他们的节日哈，我真的尊重，但是从疏运来讲，我是很遗憾。部长必须公开的向社会大众以及全国的旅客鞠躬道歉，全国的这个民众道歉哈，这件事我没有处理好。王国才个会议室内，因为立委质疑讲，交通部坚持无要让步，敢是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有关系？苏院长讲说，不要跟衣食父母作对。苏院长是跟他们提醒哈，因为如果这个不加班，伤害都是伤害的都是不要扮黑白脸，政府在沟通，不要扮黑白脸。王国才讲，有司机员上班，有可能嘛有加班车。是讲，迄一天都是技术行业甲二专考试的第2天，若是考生无车通坐，要安怎？接驳车辆游览车或是甚至计程车的方式，能够及时的能够将考生送达到考场，这些费用教育部会全面来协助哈。运输计划爱配合无好，若无食，无论是出去佚佗、转去故乡，也是要去考试的5日劳动节，恐惊交通会真混乱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